花視在地新聞，在地人，在地情。來看2026台灣竹仔博覽會婚禮的展開，這個8月15要來起稿，有竹工藝，有生態旅遊，有食食的文化，會當充分感受到在地竹仔產業的魅力。婚禮館有豐富的竹林資源，為山區的竹林的景觀、竹筍的生產到竹藝、竹材生活應用以及地方創新，形成完整的竹仔產業鏈。今年2026台灣竹仔博覽會婚禮展區將於8月15到9月28登場。縣政府也將透過體驗、食食甲文化活動，帶咱鄉親認識在地竹產業。我們在斗六的竹的創生基地哈，那我們就展開竹市集以及竹工藝。更見證到竹的工藝本身的一個特色。竹仔博覽會每2冬會辦一擺，今年包括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南投等等，總共有7個展區，期待透過活動來推廣竹仔文化加竹仔利用。那可以再跑遠一點，到我們草嶺的森林療癒基地，去那邊呼吸芬多精負離子雪松醇。咱鄉親老營會當去婚禮，親身去感受在地竹產業的魅力。